好，歡迎大家嚟臨香港女童軍周年大會操2023-24。今年嘅主題係融匯傳承，尋夢飛翔。希望透過凝聚油尖旺區內多元文化力量，同心一德，將女童軍精神薪火相傳。我哋會以同創新遊為題，希望藉此推廣及承傳中華文化。我哋女童軍一向都好注重團體合作精神，從我哋嘅步操、旗隊、巡遊隊伍同埋互動環節就可以睇到啦。現在有請民眾安全服務隊樂隊及香港女童軍總會風笛隊引領女童軍旗隊及檢閱隊伍進場。恭迎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夫人李林麗嬋女士，香港女童軍總會會長梁唐青儀女士。現在進行迎旗儀式，請全體面向台前肅立。現在恭請梁唐青儀會長為我哋致歡迎詞。我非常高興能夠同各位今日同場參與呢個盛典。今年大會操嘅主題呢，就叫做融匯傳承，同夢飛翔。我哋今日能夠聚首一堂，攜手推廣多元共融同埋和諧嘅社區精神，見證咗女童軍進展才能發光發亮。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夫人李林麗嬋女士為我哋致辭。我見到在場嘅女童軍個個精神奕奕，英姿颯颯，相信參加女童軍一定令你哋受益不淺。我知道香港女童軍喺過去百幾年不斷努力同埋壯大，今日已經成為全港最具規模嘅女性青少年制服團體。我亦都十分期待可以喺稍後嘅時間欣賞由200幾位女童軍同少數族裔嘅朋友聯合演出嘅文藝匯演。香港女童軍周年大會操，讓我哋聚首一堂，藉住慶典活動傳承女童軍嘅傳統。今日嘅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在有賴我哋一眾優良嘅司令員、旗手、檢閱隊伍、旗隊、表演者、導師、民眾安全服務隊、香港女童軍風笛隊同埋女童軍司儀嘅團隊。你哋努力練習，力臻完美，令我哋互相成就咗一次快樂而難忘嘅女童軍周年大會操，寫下美好嘅共同回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為我哋揭開序幕，以龍騰飛躍、武術傳承為主題嘅表演節目。將個時間交俾你哋。